小林爸爸講故事時間嚟啦！好啊！睇下書本變出咗好多唔同故事。好靚啊！一齊跳舞啦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咗小林爸爸講故事嘅時候啦。你準備好未呢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故事名稱叫做《井底之蛙》。你又睇下自己似唔似當中嘅青蛙仔？希望你哋聽完故事之後，日後可以有所得著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故事開始。從前有隻燕子，佢每年春天都會飛過同一口井，井底住咗隻青蛙仔。青蛙仔成日好大聲咁自言自語：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今日嘅水滴比琴日多5滴。有一日，燕子終於忍唔住企喺井邊，伸個頭落去問：喂，井底嘅青蛙仔，你日日數嚟數去，悶唔悶啲啊？專心睇緊水滴嘅青蛙仔聽到燕子把聲嚇咗一跳，即刻叉住個腰話：燕子姐姐，我係呢度嘅天文台長，我睇住個天3年啦。個圈圈天朝早開始光，下午時個圈圈天就會變橙，我合埋對眼都背得出啦。燕子姐姐聽完之後轉轉對眼仔，諗起自己飛過嘅大山同大海，就輕輕淡話：青蛙仔，個天並唔係一圈圈，你要睇下井外面嘅天空就會明白晒。青蛙仔聽完就鼓起個腮話：你呃人，我日日睇實佢，個天空從來都只係一個圈圈。燕子姐姐拍拍翼就話：咁不如我孭你上去望一望，等你睇下井外嘅世界好冇啊？於是青蛙仔心大心細，望下自己個井，又望下燕子姐姐真誠嘅樣，最後佢都同意咗邀請，跟住撲通一聲跳上咗燕子姐姐個背。青蛙仔攬到燕子姐姐實一實，好怕跌落地。青蛙仔望住自己個好細嘅井，再望下個咁大嘅世界，即刻忍唔住哇咗一聲出嚟。佢見到嘅天係大到對眼都睇唔到盡頭，雲係會一路行一路變形嘅，山係一重接一重嘅，田好似塊綠油油嘅布咁鋪到好遠好遠。最神奇係個天嘅顏色識得慢慢變色，由淺藍變深藍，再由深藍變成金黃色。之後青蛙仔眼濕濕咁講話：原來我睇咗3年嘅天只係個圈圈咁細。燕子姐姐聽完之後冇笑佢，反而好溫柔咁講：青蛙仔，我細個嗰陣都以為我個燕子窩上面個窗口就係全世界啊！直到媽媽帶我飛出巢，我先知世界原來好大。燕子姐姐走咗之後，青蛙仔返到井底，成晚都瞓唔着。雖然佢仲係住喺同一口井裏面，但諗嘅嘢都同之前唔同咗。過咗幾日，青蛙仔開始同蝌蚪仔一齊分享井外世界嘅所見所聞。你哋大個游出去嗰陣，記得要出去睇下井外個世界，千祈唔好做井底之蛙。古仔講完啦，小朋友，井底之蛙個故事道理其實想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每個人都住喺自己個井入面，可能係間屋，係習慣，係諗嘢嘅方法，但係呢，只要願意踏出一步，睇下個世界，多啲求知，心存謙虛，你嘅未來可能就會變得無限可能啦。如果鍾意小林爸爸講故事嘅影片，就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撳一下個鐘仔，咁樣下次一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啦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小林爸爸今晚又坐在床邊，講着故事陪他。